嚟到廿呢條題目咧，佢就俾咗 AB 咧就會係 parallel to EC，咁另外佢亦都俾咗 BC 比 CD 咧就會等於3:5。喺幅圖上邊，亦即係話 BC 同埋 CD 咧個 ratio 就會係3:5啦。就想知道翻呢個 AB 比 EC， 咁同學就留意翻啦。AB 比 EC 咧，幅圖就即係綠色 highlight 住嗰兩條邊，咁 AB 咧係長過 EC 噶嘛。咁所以咧就冇可能會揀 A 嘅，因為你見得到 A 咧前邊呢個數字係細過後邊呢個啊嘛。咁我既然 AB 一定係長過 EC 嘅話，咁所以我前邊嗰粒數字咧就必定會大啲嘅。好啦，咁然之後咧，同學就留意翻啦。由於我哋會有一對嘅 parallel lines 喺度，咁今次咧就係細三角形啦，同埋大三角形咧，其實就係 similar 噶。咁點解咧？因為我哋呢一隻 angle DCE 咧就會等於 angle DBA， 以及呢一隻 angle DEC 咧就會等於 angle DAB。咁因此我哋就可以講得到咧，而家三角形 DEC 就即係話呢一度兩間剩低啦，就會同呢個三角形呢一度啦，白色兩間一間，咁啊對翻呢個 triangle DAB， 咁嘅原因咧就係 AAA 啦。好啦，咁所以我哋就寫翻啦。而家我哋就可以講得到，而家 DE over DA 就會係等於 DC over DB 就會等於 EC 再 over 翻呢個 AB 啊。咁我哋就想計呢個 AB 比 EC 啊嘛，咁就變相右手邊呢個份數一定要啦。題目就俾咗 BC 比 CD 啦，咁所以咧其實就係關中間呢度事嘅，即係我哋呢個 DC 比 DB 係幾多咧 ？DC 就係5，DB 咧就係8，咁所以我哋就可以講得到，而家5 over 8就會等於呢個 EC over AB。咁用 MC 嘅話，同學其實可以直接睇得到呢個 AB 比 EC 咧，其實就係8:5嘅。咁我執翻靚個位啫。咁你 AB over 8就會等於 EC over 5，咁所以 AB 比 EC 咧就會係等於翻呢個8:5。最終呢一條嘅答案咧就會係 C 啊。咁同我記住啦，呢一個圖形咧有一對 parallel lines 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就會係細三角形啦，同埋大三角形咧就係 similar 噶。咁所以變相我哋呢一邊就會係5:8，隔離呢一度咧同樣地都係5:8。以及呢一條 EC 比 AB 咧都會係5:8，咁所以今次佢問你 AB 嘛，倒翻轉啦，咁就即係呢一度咧就會係8:5咯。